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1月13号，这一期咱们继续来了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关于恒大又有消息，天眼查法律诉讼信息显示近日这个许家印及中国恒大又被限制消费，因未按执行通知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给付义务，中国恒大集团及许家印等被限制高消费，涉及与山东高速环球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相关融资租赁合同。这个许家印也不是第一次被限制高消费了，多次被限制。更有意思的是恒大物业被恒大通过关联方占用了134亿。这个案子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已经判决了。这个是中国房地产报报道说，1月13号，恒大物业集团有限公司股价出现异动，开盘直线拉升，早盘最高涨幅一度超过 29%。 其实3天前的1月10号，恒大物业股价已出现了异常表现，盘中曾拉升 40%。 当天晚上，该公司发布了一则诉讼判决，透露关于134亿元存单质押担保被银行强制执行一案，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已作出判决，相关被告应在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其偿还134亿元款项及相关费用。通过这个独立调查结果显示，2020年12月28号至2021年8月2日期间，恒大物业的6家附属公司通过8家中国境内商业银行为多家第三方公司，也就是作为被担保方融资提供质押。这个咱们以前介绍过，就恒大物业下面一共是134亿的存单在8家银行里，而且也不属于恒大物业一个公司，恒大物业下面6家子公司的存在8家银行的这个存单，拿这个做质押，为谁质押？为好几家第三方公司质押担保，好，银行就给那个第三方公司放贷款。那这个贷款如果还不起，那就这个存单就被人家没收了，这叫存单质押嘛。那贷款那个钱去哪儿了呢？相关资金透过部分被担保方及多家通道公司划转至中国恒大，也就是钱绕来绕去，最后还是绕到了中国恒大旗下的这些子公司，用于后者支付2021年到期债务及应付款，就这么个事。我想说的是什么？这个官司赢了那是肯定的，这没什么好说的。问题是赢了之后，恒大物业居然股价涨了 29%， 这个是典型的赢了官司输了钱。无论这个恒大物业告的是这个第三方公司，还是最后钱绕来绕去绕到恒大的这些公司，都是赢了官司输了钱。也就是说，恒大物业追回这些款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这个官司实际上是白欢喜一场。这个恒大物业打这个官司花的钱134亿，他的诉讼费是多少？给他打个折也得上亿吧。这个钱是由恒大物业垫付，他先付，什么时候从恒大执行回来钱，这个钱再由恒大来付，也是打诉讼费、律师费恒大物业掏的，这个钱十有八九要计提掉没了。你说他还能从恒大执行回来什么钱呢？都是普通债权，恒大马上就要清盘了。所以这个恒大物业的股价居然还暴涨，也很有意思真叫不知死活。看看这个大连万达现在又惨了，大连万达商业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青白江万达广场管理有限公司各新增一条被执行人信息，执行标的约 1.39亿余元，执行法院为成都铁路运输第一法院和西宁市城西区人民法院。这万达越来越不行了不仅被这个永辉告，又被苏宁告，后来被融创告，现在又有了 1.4亿的这个强制执行，勒在脖子上的绳子是越勒越紧。澎湃新闻报道说，多家房企近期遭清盘陈情，遭遇清盘陈情，引发市场对于清盘陈情是否会真正执行对房企经营及化债影响的广泛讨论。债权人提出的清盘陈情在房企的债务重组中极为正常，这是一种常见的谈判策略，主要是想向企业施压，用来获得对自己更有利的债务解决方案。一位债务重组专家称，清盘陈情并不等同于实际清盘，一般也不会实质影响公司运营。一是债务双方会积极沟通，二是司法判决一直也极为慎重，真正执行清盘的案例极少。随着债务重组的有效推进，清盘陈情常会被撤销和驳回。这是澎湃新闻报道这个显然这个所谓的债务重组专家也是个伪专家。恒大到这份上了，你说还怎么撤销？融创他债务重组已经结
束了，被信达提起清盘陈情。碧桂园现在债务重组，它这个重组化债方案，我昨天介绍了展期加债转股，即便它成功了，能扛几年？这专家他已经忘了这些房企拿什么来还这些债，债转股这些债权人肯定是不同意，很难同意。展期你最终拿什么钱来还？2年之后还不了，还不是要爆吗？2年前说这样的话，说通过清盘陈情来在博弈中获得一种优势地位，这个还能说得过去。你现在还说这种话，楼市这么低迷，大家记得吧？这个恒大刚暴雷的时候，有位央行的副行长说，这是恒大一家的问题，对吧？整个房地产行业很健康，恒大个别企业自身经营问题，盲目扩张。你现在回头看看3年前他说的这话，那不就是个笑话吗？今天这个中国房地产报也刊登了一篇关于万科的报道，什么万科突发好消息坏消息，这标题都很吓人了。他的前言这么说的，他说面对即将到来的债务压力，万科能否按时偿债，不仅关乎自身安危，更牵动着地产市场乃至金融机构的敏感神经。万科债券价格又跌了，下面咱就不说了，咱说的都是介绍万科现在这个目前面临的困难。他说好消息是，就在1月9号，一笔险资非标债务获得展期，拉开了万科2025年偿债任务的进度条。这叫什么偿债任务？这不你展期没钱给展期。当日晚上，万科公告称其子公司的非标债务获得展期，这笔融资到期日从原定的2024年年底调整到2026年12月31号，展期时间长达2年，融资余额为20.4亿元。这笔非标债务的债权方是新华资产，就是新华保险，人家给他又展2年。他说这笔融资发生于5年前，2019年11月28号，为满足万科金域国际项目建设及运营需要，该操作该项目的武汉玉天拟向新华资产融资，本金金额不超过26.25亿元，期限不超过5年。房地产报报道，他说值得注意的是，5年前的2019年11月28号，也就是万科向新华资产融资的同时，万科还披露了3笔面向泰康资产的融资，就是他不光向新华保险，他还向泰康保险融了3笔。那同理，一般的都是5年，那这3笔也是2024年末到期。据相关统计自2019年以来，万科担保的旗下项目向保险资管债权投资计划募集资金，规模上限约340亿元。此外，还有保险机构公告的万科其他债权计划。另有数据显示，2019年到2023年，新华资产、泰康资产，也就是保险公司7家保险机构合计登记了23支与万科有关的保债计划，注册规模合计402亿元。面对即将到来的偿债压力，万科能否按时偿债，不仅关乎自身安危，更牵动着地产市场乃至金融机构的敏感神经。我只能说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一些吧，拖到2027年那还是要爆。这个2025年开年是不是就开启了地狱模式？就是大家很难相信房地产企业会在2025年比2024年过得好，也就是他房子卖得更多。因为韭菜没钱，韭菜不买房，你房企的房子卖给谁？真的让国家收储能收多少？2025年开年是不是就是地狱模式？整个世界可以说是五花八门，眼花缭乱。首先是董王，对吧？乱拳打死老师傅，跟加拿大、跟墨西哥加关税，跟大国加关税，还没上台，风就放出去了，对吧？整个世界就为之战斗，不算，后面还要吞并格陵兰岛，吞并加拿大，改墨西哥湾为美国湾。你看看，不是你先不管他这个事情成不成，是什么意思？这些都不要管，你只说这个精彩不精彩？这开年才10来天，特朗普是不是眼花缭乱？又是洛杉矶大火，烧的国内的这小粉小红非常激动，包括胡锡进老师都很亢奋的。这老美好像漠不关心，胜似闲庭信步，好像不太在乎。但是国内的小粉小红激动的鼻涕哈喇子到处流。又是妙瓦底又被翻起来，比妙瓦底更惨的是胡适的底，这胡适的底在哪还不知道呢？以至于我们现在都没人提韩国这档子事。韩国又是什么戒严，又是检察院要抓总统，这好像都忘了，没人管了。这才10来天，是不是这大瓜一个接一个，应接不暇？乌克兰向俄罗斯库尔斯克也发动了第2轮进攻，所以从2025年这头10来天就这么搞，2025年什么狗血的事情都有可能，社会就世界会更加动荡，对吧？在这种情况下，作为韭菜会更加谨慎，会更加勒紧裤腰带，拼命的存钱保鲜。
现金。那在这种情况下，你说开发商还想多卖房子，你把房子卖给谁？谁会买？你辛辛苦苦掏空6个钱包买套房，一旦失业，他就会断供，一旦断供，你就麻烦大了。今天我在网上看到一个 UP 主发了一个视频，说的是叫悲催，网友216万杭州买房断供，法拍7折起，房子没了，欠银行61万。有网友述说自己2017年在杭州买了一套房，216万，首付45万，月供1.2万。2024年5月，由于经济原因导致被迫断供事件引发网络关注。大家看视频。没地方住了，我摊牌了，房贷我还不上了，房子也被法院查封了，不仅首付没了，这几年的按揭也没了，还倒欠银行30几万。2019年300万买了一套房子，首付90万，贷款210万，贷了30年，月供11663，前2年生意失败了，也被迫断供了，还了3年多，银行按揭尾款居然还有200多万，4年还了50多万，只还了10万不到的本金，40多万的利息。银行每天不停地打催收电话，我整个人很焦虑。断供半年后，我被银行起诉了，房子被查封了。现在法院判决书已经下来了，银行卡也被冻结了，就连微信上几百块钱都被冻结了，而且还多了20多万的费用，违约罚息、按揭受理费、律师费、诉讼费、财产保全费等等等等。前几天法院打电话给我，说房子马上挂牌拍卖了，评估价是起拍价的7折，只有140万。如果说房子起拍价被拍走的话，我不光是房子没有了，首付也没有，还倒欠银行60多万，加上我之前月供的50万和首付90万，我的损失竟然有200多万。真的，我是明明什么都没干，我只是买了一套。首先，这个视频看感觉这个好像是在拍剧本，为什么？因为它这个门上那个封条没有法院的盖章，一般的封条上面有大红章，所以看起来像是剧本。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是，这个 UP 主他算的账那是清楚的，他就是这么个账。很多人买了房之后，房子被拍卖完了，你不仅你以前花在房子上面的钱没了，你还要欠银行的钱，什么执行费、什么保全费、律师费、诉讼费，这一堆。也就是说，你辛辛苦苦，你不仅竹篮打水一场空，你还背着债，你说这样韭菜怎么敢买房？大家也知道，很多地方房价一跌腰斩是很普遍的，比如说惠州房子又多，腰斩是比比皆是。你比如说黄金，这环着北京的这房产，燕郊什么廊坊、大厂、河北的霸州、涿州等等，都是腰斩再腰斩。你比如说燕郊当年最高峰的时候200万的房子，现在比比皆是，全部是70、80万。就像这个 UP 主说的一样，如果你有份工作，收入稳，还按揭那也就算了，反正那房子值多少钱你别管了。但是怕就怕你失业，但失业马上就完蛋，陷入绝境。就不要说中年危机了啊！有个网友说，我今年43岁，说我一旦失业，95%的可能性是我养活不了我自己，更养活不了2个在读书的娃。以我的存款，估计可以扛半年；以我的年纪，如果换工作能找到的工作，估计就是大几千的样子。他说是在上海找工作，也就连1万块钱一个月都找不到，也就大几千。他说我目前公司薪资当然要高很多，但离开这个坑自然有人填上，我要再找一样的坑，市场不会给我机会。所以他说我只能寄希望于现在的公司能坚持到我退休，这是明智的。如果有人能给你发1万块钱一个月的工资，那你就希望他能一直给你发下去，发到你退休。目前这个行情一旦失业就不太容易再找到工作了。还是这个中国房地产报报道，他说购房者信心回升，价格连跌18个月后，广州楼市迎来拐点。他说的拐点是指的销量，是房价，它叫以价换量。他说虽然政策刺激带动了购房需求的回升，但广州楼市的价格依然处于深度调整期。他说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11月，广州一二手房的价格已分别连续下跌18个月和19个月。广东中原地产项目部总经理黄涛表示尽管2024年4季度出现翘尾行情，但从整体市场表现来看，只能
算是符合预期，并未带来太大惊喜。由于受经济环境影响，房价依然会在低位徘徊一段时间，尤其是一些郊区的楼盘。2024年价格下调幅度已达20%以上，即便是市区的优质地段的项目，降价幅度也普遍达到10%左右。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开发商纷纷选择以价换量。你看，这个是广州真正的成绩出来了。9月27号的政策，广州是全线放开，不限购了。我记得11月份的广州日报、南方日报这个官媒天天都说广州楼市怎么火爆，大家还记得吧？房产销售忙的都没时间吃饭，夜里都要加班，就这么忙。结果是什么？结果你看，从整体市场表现来看，只能算是符合预期，并未带来太大的惊喜，而且还是以价换量，所以要瞎吹没有用。业内人士分析称2024年以来，许多楼盘已经历经多轮降价，这也是无奈之举。2024年1到3季度市场持续低迷，开发商只能通过降价来吸引原本处于观望的客户。即使4季度市场有所回暖，开发商为了年底冲业绩，推出了一些特价单位，优惠幅度甚至比国庆期间还要大。这个说李小姐在2024年12月底卖掉了黄浦区知识城板块一套80多平米小3房，哪怕不算利息等成本，与2018年买入时价格相比，依然亏损近30万。2024年年底不是广州二手房创新高吗？即便这样，李小姐卖一套2018年买的房子，就是6年前买的房子，这还能赔30万，还不算利息，你说这是什么市场？所以咱们一直苦口婆心的说不要指着炒房子赚钱。所以咱们一直说你如果不是全款，你还要借钱买房，那你除了北京、上海的，你都可以等是最有利的。我们再看这个央行行长潘功胜说这是21世纪经济报道是吧？2025年将从提高居民收入等方面发力，有能力维护外汇市场稳定运行。1月13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第18届亚洲金融论坛上表示央行将从提高居民收入、扩大消费补贴支持、创新消费供给、完善社会保障等方面发力，有效扩大消费，更好发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作用。同时，针对近期人民币汇率波动作出回应称近段时间以来，美元指数高企，非美货币普遍在贬值，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也有贬值，但总体展现出较强的韧性。我理解的，他说这个话说提高居民收入，这个至少是一个态度。你看看我们到现在救楼市，很少有经济学家公开的说提高韭菜的收入。央行行长说2025年要提高居民收入方面入手，这个是个进步。还有一个就是完善社会保障，那说什么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看他做什么，怎么做。这第二个，关于人民币贬值，那行长这么一说，我就认为到目前为止 7.36 甚至 7.4， 那都是因为美元升值造成的，不是我们主动贬，也就是非美货币都一样，大家都在贬。那言外之意，等到特朗普一上台，关税战一开战，那咱们主动还得贬一波，那到哪儿去了？而且他说到叫外汇市场稳定运行，他并没有说汇率必须就稳在这个，它叫稳定运行，并不是说把汇率稳在 7.3 7.2 或者 7.5，他没有说什么叫稳定运行，不要大起大落，不就是稳定运行。最后我们再聊一个八卦，跟买房子有关。年轻人买房，有个网友女网友，她说男朋友全款买了1300万的房子，没有我的名字。她说了这个过程，她跟她男朋友谈恋爱，也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然后他们俩人看房，她男朋友就选中了一套房，这房子全款是1300万。经过左右权衡，她男朋友选择全款买下，刚完成了网签，在新盘交定金的时候，这个女网友说她也表示过，我家也可以共同出资，虽然不可能有1000多万，10%还是可以凑的，也就是凑个100-200万。这个房子总共是1300万，这个女网友的意思是她家里出钱凑一凑，凑个100-200万，那不就相当于两个人共同出资买房吗？说但是她的确也是拒绝了，也就是她男朋友拒绝了。她说这件事真的成为我内心的刺，如果爱一个人应该是有商有量。他之前和我说过，买
房就是为了生娃，想要10年内有2个娃，的确没有房贷压力，在深圳不算太难过。但我只是有生育价值吗？也就是说，在她男朋友的眼里，她只是个生育机器。她说真的很难受，不知道2025年是不是要放弃这段感情。这个很有意思啊，这个是买房过程中买婚房，小两口子买房，这是常见的一个问题。男方家里出了全款，买了一套1300万的房，但是没有加女方的名，这个女方就纠结了。这个事情确实比较难办的。从这个男方角度来说，好像似乎也没做错，但是从这女方的角度来看，也确实比较憋屈。我倒是觉得这个女方应该趁自己年轻，赶紧换一个。就是两个人恋爱结婚的时候就能算得这么清楚的人，这总体上是不值得。如果你从上帝视角，你感觉这个男的做的也没毛病，应该这么做，万一以后离婚等等。但是人是人，人是有感情的，他不是上帝。从这一点可以看出，这个男的对这个女的还是算得很清楚，还是有戒备之心，有防人之心。如果两个人要结婚，你还有防人之心，实际上这个就没必要再结了。结婚本来就是头脑发热的事情。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